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綠茶博士去北疆。第一樣諗起嘅就梗係北疆啲風景真係好靚，而第二樣呢，就會係，喂，你哋覺得新疆點啊？每日淨係搭車最少都要6個鐘，長嘅係10個鐘。地大物博冇辦法。係啊。咁係咪真係冇辦法，一定要坐咁多個鐘頭車呢？我又覺得唔係，所以我喺網上揾咗好多資料，發現呢，香港有一間旅行社嘅12日團，收26,000蚊，其中一程呢係內陸機嚟嘅，佢係由那拉提飛去烏魯木齊，但係咁樣都要坐好耐車㗎噃，所以我就問 DeepSeek 攞晒所有北疆嘅機場位置，最後呢，我就策劃咗3程嘅內陸機，去解決大約2280公里坐26個鐘頭嘅車程嘅問題啦。介紹北疆旅遊景點嘅片段呢，喺網上係數不勝數，我唔會詳細介紹。我嘅北疆系列呢，主要係講內陸機同埋一啲冇人留意嘅景點，以及要注意嘅細節。我去北疆係2025年6月1日出發，同樣係去12日。咁究竟我用咗幾多錢呢？喺片尾呢，我就會話俾大家知啦。好，而家就睇一睇我嘅行程啦。第一日，我哋由香港直航飛去成都天府機場。由於第二日係早機0915起飛，所以我哋喺機場酒店住咗一晚。第一程嘅內陸機係由成都飛去阿勒泰雪都機場，大約飛3個半鐘頭。跟住我就包咗3日車，玩咗布爾津五彩灘、和木村同埋喀納斯景區，一共住咗4晚。第二程內陸機由阿勒泰雪都機場飛去伊寧機場。由於我唔想太夜去到伊寧，所以呢就揀咗一班喺塔城停一停嘅航班，1615起飛，1900去到伊寧。喺伊寧嘅第二日，我就包咗3日車去玩克拉峻大草原啦、特克斯八卦城、賽里木湖、訪訪村忘憂谷薰衣草原、伊寧嘅林則徐紀念館同埋6星街。我哋住咗3晚伊寧同埋1晚賽里木湖嘅星空營地。呢個營地呢真係唔錯，有機會呢就會詳細咁樣同大家講。跟住第3程內陸機就係由伊寧飛去烏魯木齊，0800起飛，0915降落。然後喺烏魯木齊我哋住咗2晚，去咗烏魯木齊博物館嘅6館1心、紅光山大佛、國際大巴扎、金泉商場，仲揼咗2晚骨添。旅程嘅第12日就由烏魯木齊直飛返香港，咁樣整個行程就完結啦。陳揚言不羈的心，只愛找開心。我就中意自由自在，所以我去邊度旅行都係自由行，就唔中意跟團嘅。但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去旅行最緊要係自己覺得開心啫。好啦，今次嘅行程用咗幾多錢呢？機票、酒店、包車連埋司機，加埋景點嘅入場費，總共係15,000幾蚊。至於膳食費用，其實就好平，每餐每人100幾十蚊都食到攬住個肚啦。喺北疆食嘅種類其實有好多選擇，唔係一定要食辣嘅。除咗新疆嘅大盤雞之外，我喺喀納斯仲食咗肥牛火鍋，喺八卦城就食咗雲南米線，都唔錯㗎。至於買手信揼骨呢啲就豐儉由人啦。最後呢，我整個行程就用咗大約18,000蚊左右。今次呢條片主要係講內陸機，下一條片呢，我先至會詳細講北疆自由行喺每個景點要注意嘅地方。咁好啦，拜拜啦。